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，创世纪28章12节到22节，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天推。雅各的天推是一个非常精彩真正超越咱会通想象的故事的记载。但是天推并不是咱所想迄种看会到迄种推。传统上民间宗教嘛有即个天推的概念。伫中国的西藏认为天有13层。会通对一条天推甲天顶来结连做伙，所以因伫迄个高山的顶悬咧放尸体，也是咱咧讲迄个骨灰瓮尸体瓮的即个石头顶悬，因会画足济的推，望因死去的亲友会通到伫迄个天顶。台湾的道教有一种做法，就是你若要道士要升到这个道长的时阵，就爱会通先经过爬天推事实上是迄个刀的推，拢用刀做起来安尼，爱经过这个试验啦通过的人表示因的功力有够。所以会当到伫迄个更较进一步安尼，有资格来升起到伫道长咱讲更较进一步，成做道长。根据台湾政府的文化部台湾大百科的网站的资料显示，道教认为来爬到这个天推的顶悬了后，就会通接近，还是讲会通接受到来升级。或者是咱咧讲有安尼功力的道士，才有能力带人到伫西方。真正是安尼吗？这道推、天推，也是因咧讲的上天，真正是即种的形式化的推吗？上天甲西方到底有相款无？还是应该还阁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呢？圣经记载雅各的天推是出现伫雅各的梦的中间。兼且咱会当讲是上帝的启示，既然是启示，就有伊稳重的意义，毋是去追求迄种形式上的形状。咱先来看这段经文的记载的背景。创世纪27章，圣经记载雅各伫伊的老母的协助的下面，欺骗了伊的老爸，得到这个大囝的祝福。伊夺走了伊的阿兄以扫的福分。虽然咱嘛会通讲这是圣经的记载，伫进前以扫家己看轻大囝的祝福，为着一碗红豆汤，就来出卖着大囝的名分。咱非常清楚，雅各的个性其实就是劣，就是积极的追求，甚至用欺骗来达到这个目的。就是讲伫真实的伤害着伊的老爸以及伊的阿兄以扫。伫伯特利是伊逃走到伫巴旦阿兰伊的阿舅的列班的家，这个路中的一个休息的地点。
伫迄个所在，伊甲上帝相拄面。圣经安尼记载，雅各离开别是巴往哈兰去。日落的时，伊来到一个所在，伫迄个所在来过暝。伊搬一块石头来做枕头，倒伫涂骹困去啊。伊望着一个天梯，对地上通到伫天顶。梯顶悬有上帝的使者，顶下来往来。伫雅各的梦中间，看见有上帝的使者伫迄个天梯起起落落，伊阁看见上帝，并且听见上帝的声。圣经会记载讲，伊阁看见上帝主踮伫伊的身躯边，对伊讲。我是上主，是你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，甲以撒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倒地这块土地赏赐互你，甲你的后代，因要亲像地上的土粉遐尼济，要东西南北各方面都扩展因的领土。我要借着你甲你的后代祝福互全世界的各地。我要甲你同在，无论你到倒位去，我拢要保护你，并且带领你倒转来这块土地顶悬。我决断无离开你，我一定会实现对你的应允。就亲像雅各的阿公亚伯拉罕共款，雅各伫迄个所在来拄着上帝，领受着上帝予伊的祝福甲应允。后来雅各嘛甲上帝来立约，伊讲，对着安尼上帝来下愿讲。如果你甲我三脚伫地，伫旅途的中间来保护我，赏赐我食的、穿的，互我平安倒转啊到伫故乡，我就掠你上主做我的上帝。我立做纪念碑的这块石头，要成做敬拜你的圣所。我要将你所赏赐互我一切献上1/10互你。虽然在雅各当初时来讲，上主确实伫这个所在，伊毋知影。但是事实上，上帝是无所不在，随时随地拢在保护、祝福、施恩。互雅各的，就亲像伊家己伫咧入世的时阵所讲的：如果你甲我同在，伫旅途的中间的保护我，赏赐我食的、穿的，互我平安倒转来到伫故乡，我就掠你上主做我的上帝。圣经的中间，咱看见伫迄个旅途的中间，又搁保守雅各会通平安倒转来故乡。这就真清楚来表达着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是雅各随时的帮助。也因为安尼，咱就知天梯所代表的是人甲上帝所建立迄个关系，是咱所领受的应允，是互上帝甲咱立约的所在，是上帝对咱讲话，甲咱同在，并且赏赐伊保守咱的所在。以弗所书11章接续着阿哥咧讲着信心，讲到咱伫世上的生活，一切拢是暂时的生活。有信心的人伫咧追求、找找一个将来永远活的故乡，
即个故乡无伫特定的地点，也无伫阿伯拉罕，也无伫伯特利。倒位有上帝，倒位就是天堂。倒位有上帝的声音旨意应允，倒位就是天梯。伊本来说甲咱讲，因并无怀念已经离开的所在，若无因还阁会倒转去的机会。因所渴望的是迄个伫天顶更较水的故乡，所以上帝并无因为因来称因做上帝感觉见笑，因为伊已经为着因准备了一座城。对伫信心，阿伯拉罕伫上帝考验伊的时阵，就将伊的囝以撒献上，当作祭物。阿伯拉罕乃是受着上帝应允的人，可是伊的情妇将伊家己的独生囝当作祭物来献上。咱毋是要来追求迄个人自认为做天，还是西方，还是透过人的作为，想要达到个另外一个高峰，想要追求是迄个代表人甲上帝的天梯，互咱会通透到伫上帝的家。对约翰福音14章的经文，耶稣基督的教师所讲的，这个天梯应该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伊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是来通往上帝遐唯一的管道。诗篇的经文，今仔日才请咱家己来读。恳求上帝帮助阮超找你，不只是找求祝福，嘛找求更较明白主你的旨意。恳求上帝，感谢上帝赏赐阮救恩，互阮通甲你建立亲密甲合宜的关系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